一般出院啦，啲人都會嚟揾一張電動嘅護理床。咁佢呢個功能咧就可以好似醫院咁樣去升高升低啦。咁唔同嘅角度就可方便照顧佢哋，或者個用者落床都容易啲。同埋一張嘅高背椅，咁高背椅就方便有時佢哋成日唔想臥床啦，咁就可以用張高背椅可以向後挨啦，或者係扶手可以放落去，方便扶抱佢哋啦。咁亦都可以推嚟推去，推出廳或者房間。文化村都有個專業嘅評估家居改善服務嘅，咁佢經過我哋上門做評估而幫佢改善一個屋企嘅環境。通常啲老人家喺浴室最容易跌倒，可能地下線啦，或者個浴缸太高啦，或者係企缸個位好容易棘到佢哋啦，咁就會有啲客就會上完之後咧見到啦，咁就會將佢再改造咗無障礙浴室啊，或者如需要查詢咧，可以直接去到我哋門市揾我哋，係啦，可以幫你解決所有問題。